No, idol mio. Imbraccialito. 不是 idol， 是 idol， 不是 idol。idol。Imbraccialito mio. Imbraccialito. 你看，我们俩是反着的吧？你是 idol，idol， 不是 Ito. 对，那一长一点，都短一点。Imbraccialito mio. OK， 好，下去吧。Timide cuore, uscite dal mio petto, a turbar non venite il mio diletto. OK， 这个还是得说一下，对，就是反正都得记住，就是说啊，你必须得明白，叫 cure， 它音乐上的重音也在这儿，它音乐没有给你反正，我们是自己把它唱反了，所以一定要学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一定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小作品，一定要先把它按谱子唱下来。完了以后，最好你要是能懂语言更好，不懂的话呢，也一定要就是说找一个就是懂语言的人，要把它一个一个每一个字的重音轻都给弄清楚了啊，要不然你养成习惯很难改。是 idol mio， 完了以后 cure hetto 就 hetto 就不对了，而且它谱子上也没这么写，就是一养成习惯以后就特别难改，反正注意一下就行了，好吧？音乐的语言。和如果就是说，就哪怕就是说你词儿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的话呢，至少音乐也在那摆着嘛，对吧 ？OK。Timide cuore, uscite dal mio petto, a turbar non venite il mio diletto. Oh, come par che all'amoroso fuoco l'amenità dell'occo, la terra, il cieli spunta. OK， 好，这个地方哦，come pare che你看，l'amenità dell'oco la terra， 就是说这咱们音乐的语言就特别差，对不起啊，不是特别差，就是说相对的，因为没这个环境嘛，这也不完全赖我们学生，对吧？就是一定要先去说唱东西之前，一定要先去学会把它朗诵了。就按照节奏先去朗诵，你要按照这节奏的话 ，Oh come pare che all'amoroso fuoco l'amenità dell'oco la terra e il cielo risponda。你就要学会这么说，你肯定就唱出来了。他这不都写的也是这样吗？好吧，尽量去想，好吧 ？OK。Oh come pare，然后往下走。Oh, come par che all'amoroso fuoco。 那个 l'amoroso 的意思就是这 l'amoroso， 那是非常可爱的爱嘛，爱情嘛。你们 l'amoroso 你就不能这样 l'amoroso， 用你的感觉。Che all'amoroso fuoco l'amenità dell'oco, la terra, il cieli spunta. Come la notte il fur dei miei seconda。 不错，每一句的字的尾声重音全是反着的，所以把它要矫正过来。OK，好的，自己记住就行了。好，现在该 beautiful 的该唱了。滴答你心里唱，他在那弹，完了后你就跟着一块儿就记下来了。唱线条。停一下，好。De vieni come 就来 ，de vieni 你一定要把那个 v 掉，哎对 ，de vieni non tardare o gioia bella。这都美的字儿啊！你看不都写着吗 ？Gioia bella， 说出来就感觉来。No， 而且你看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一起音的时候，跟那个 de vie
别这样，就溜了就多就不是的，是的，你看，笑着往里吸。再一个，这莫扎这么小的东西，咱们就得唱它的线条，就得唱它的美妙的这个东西，是吧？所以你不能哒哒滴哒，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一定要唱那个线条，哒哒哒哒哒哒，梆梆梆梆。Gioia bella, vieni o vi amore per goder bella。你得唱线条啊！这我已经好久没练，但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啊，你要唱线条，唱它的美，哪怕我们语言上不太清楚也没关系，咱们音乐上下功夫。OK， 叭叭别一个一个的杵，就串，让它串，好吧？这个字儿叫 bella， 你要把它咬到后边这个地方以后，咬住以后，你就不会就往外出。Gioia bella， 它还在往里走，就老是保持这种吸着的状态唱，好吧？往里吸着状态，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让你吸着它，就感觉保持吸着状态呢，就是让你把这呼吸呢就保持住。你深呼吸以后，它往外出，但是你让它对抗，你知道吗？你有感觉吸着之后，它会慢慢的往外出，但是这就让你把字儿咬到这儿了。让它有一个这种对抗的感觉，慢慢，这样的话声音就会走远，你就不会出这样的声音，好吧？接下去没关系。哒哒哒滴，vieni o mio amore per goder da bella, finché lo splendente non torna face 太过分了，所以我们必须停下来。这个地方你把它都字儿啊，哎呀，怎么说呢？可能就是，那你们学意大利语吗？学。当语言学吗？还是学发音？就发音。这个东西就糟糕，我们都吃亏在这个上边。我觉得他们既然干了这一行，应该当语言稍微的学一学，因为你去，我们曾经也是就怎么说，学过发音，也都挺好的，不错。但是你用不着学得很深，就学会一点，知道它这个结构，这语言就一点点，你就不知道要帮你多少忙。否则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发音都对，但是实际上你并不明白这个语言，所以你没有直接的感受，你就不会去，你自己没有这感受，你表达不出这个感情出来，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说我觉得最好就是说能学习一点儿，不用深一点点儿。就会帮你很大的，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叫哒啦啦，因为我就觉得你唱不出那个amoroso 这种感觉。你要知道的话，你就肯定就唱出来了。你可能也知道啊，这个字儿什么意思，那个字儿什么意思，也大概其知道，但你不会把它当成一个语言去知道它，这就有这一堵墙。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出去容易吃亏，最容易吃亏的就是语言，所以这个很重要。OK。好，咱们就从
你看这么低，就不要使劲在那一个一个唱线条、唱字儿、唱线条、唱字儿。OK。你看，你就没有任何准备，一要出这个音之前的时候，你已经早就，感觉已经都到这儿了，你就，就出去了，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任何情况都是脑子走在前边，就肯定你气要先吸在前边了，对吧？做好准备，这个字儿怎么去唱出来要讲究，因为这个歌是个小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声音的问题，咱们再不唱点情就没意思了，是吧 ？OK。别这样，你线条又坏了。就够了。音乐线条又坏了，是吧 ？OK。感觉。这不是谁就一点都不动人吗 ？Vieni ben mio, vieni come 啊，就来吧，谁来啊？谁都不来，对不对？就是在你这个空档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做好准备，就是情绪的连贯 ，OK？里边笑，因为我觉得你唱歌就是有点塌，就 就容易出这种情况，好吧？Vieni 是 Vieni ben mio tra queste bionde ascose Ti vola fronte in OK， 这就太不讲究，而且对，这个是 Vieni， 不是 就 Vieni， 所以你这个 V 呢，应该在拍子之前就已经要出了，它的重音在 Vieni， 在 Vieni， 你再出音，不是 Vieni 就晚了，好吧？完了以后呢，这个 Vieni 你不要唱那么强 ，Vieni。完了以后是最要线条的地方来了 Ti vola fronte in corona 这 in corona 不要用嗓子，这就是不挂气儿的这个不在气儿上，你就会出现这嘿嘿嘿，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这是最典型的，一听就是没在气儿上挂着，就不要就跟他写的一样，就在这儿连，就在这儿连。OK， 把这个 V 你慢慢唱 ，V 在拍子在 V， 不要 V， 哎，把它稍微 V 对，完了后弱一点，收着慢慢出 ，OK。
这太短了，好吧？再一个 take 这个地方需要一点点时间，哎，你啊这个重音啊 vieni 在这儿，所以呢这儿不要给那么多。到这完后，这儿尽量就不是说让你放慢了，拉开一点点速度。完了以后把这儿不要唱的太强，哇，这是漂亮的 Mozart 嘛，对，唱的把它漂漂亮亮的、小小的，好吧 ？OK。In corona 就丢掉了，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呢？用字儿去串，就说呼吸一定要特别，你用不着给那么强，给那么多干什么？这最没东西。提最后一个提波罗in corona。唱就要不然东西有点就没得唱了，好吧？就是非常好，但是就是说这肯定1天2天做不到。语言最重要就这样，我们吃亏就出在语言上。我们现在也没弄你的声音，因为这个你能对付下来。就是说音乐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呢就容易老是方法上下了功夫太多以后，把音乐忽视掉了，把语言忽视掉了，因为最后这俩是最重要的。好吧，你把这两个弄好了，相反它还会帮你在就是歌唱，就是还帮你会有一些好的状态。OK， 谢谢老师。好。稍微暂停。醉透啊，你又得在调子上下功夫。就是说呢，我又发现你有一个就是唱的时候这就是咱们练声的时候就是母音不太正，还有一个就是说容易这么着唱，因为条件好，容易来的东西又小，所以就很容易被忽略了。所以呢，
他说每一个字儿都要说在气儿上，都要说在气儿上。我的爱情，你要不在情就唱就出来，然后咬字就感觉就不清楚。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不对，酒到最后再拉，对吧？把那酒不要酒就错了，好吧？好，咱们能不能再高兴一点？你好吧？好。也把这个情上，我这特简单的词儿嘛，你就把这意思给它唱出来，完了把它节奏唱出来，好吗？对，兴奋，要兴奋，人都要处于兴奋状态，各个地方都要用上。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心上人，请你把它接受。我讲一句啊，因为咱们现在不是在唱中国歌嘛，所以啊，就说根据作品啊，你的发声方法肯定要发生就是一点点变化，就是怎么用腔体啊，用多少啊，这个气儿这力度要多少。所以唱这种歌的话呢，就容易我们要是一不小心，人家就说你们这样唱法的人，我们就是不爱听，因为唱东西不亲切。因为什么？我们就要拿这些东西呢，就套我们的方法，应该是我们的方法要适应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唱得亲切一点，就更稍微呢，我并不是说靠前，我又怕一说靠前你又出去了，你知道吗？唱得更亲切一点，就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心上人，请你把它说呀，把这意思说。你去，这不是现在不都很会谈恋爱吗？就诱惑呀，就说唱，那人家不就来了吗？你这么唱，让人看着不动人，好吧？OK，唱点节奏，不要太连。对，唱一点点节奏，加一点点节奏。兴奋，兴奋。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心上人，请你把它接受。对，就够了。天山上的雄鹰智慧，盘旋不飞过山顶，情人围绕着我，不愿离走。多大声？情人啊，好，天山上的雄鹰，我觉得你的字儿也没有劲儿，那个天山上的雄鹰。就是为什么你咬不住，你知道吗？你要把它靠在这个后边这个后沿背上，把它贴住了。天山上的雄鹰智慧，盘旋不飞过山顶，情人围。你看，你尽管可以说，但是他在那，情人围绕着我，不愿离走。你为什么要拉长音？最后为什么说情人呐？就情人呐，那你为什么说啊？得有目的，好吧？那你的花容又怎么了？你怎么了？所以让我这么了那个了？说 ，OK， 就从啊之前，从那啊不要杀着就没目的，那啊是为什么呀？受不了，对吧？OK， 对。一定要这个，你一看，尽管他有休止符，你不要休止，是情绪不休，对，好吧？就为了他为什么给你写这个，是为了把那个情人要强调一下，所以给你一个这个，但是你就情人，你就很积极的就接上去了，好吗？别再喘一口气就晚了，那可以喘气，但是要快，OK， 来。继续。你的花容月貌时刻吸引着我。你看，你跟别人说话，你的花容月貌时刻吸引着我。你的花容月貌，你不会这么大喊大叫去说，你就这做呀，你这情人啊，你的花容月貌时刻吸引着我，我在为你唱首悲
名的一杯美酒。说，唱，这样人家才醉呢。OK。你的花容月貌时刻牵着我，我在为你唱首悲歌，请接受我心灵的一杯美酒，一杯美酒，一杯甜酒，一杯香酒，喝了它真会把你醉透。一杯美酒，一杯甜酒，一杯香酒。这个酒一点都不香，一点都不甜。一杯甜酒，一杯香酒，一杯美酒。把那个字儿咬文嚼字给他说，喝了它真会把你醉透。说，那OK，来一杯美酒，最后一段。一杯美酒，一杯甜酒，一杯香酒，喝了它真会把你醉透。OK， 意思就是从这两个歌里头，我们就可以感觉出来。你说你外国歌，我们说要是不了解，因为不知道，就是不完全懂它的这个语言。那中国歌是咱们自己的汉语是咱们的母语，对吧？这样的话就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这个就会有技巧，就是先说你还是要意思，因为你不给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嘛，这个你可以稍微白一点弄，因为它是个这种小歌，是不是？你就要唱它的歌词，美酒那个酒，甜酒，这字头字尾都要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人家就听见了，完了后这个就直接就打动该打动的那个人的心 ，OK， 好吧？Tu
字也不错，有些时候听不大清楚，这个可能就跟你的非常好，真的非常好，的整体的感觉都很好，就是差一点，我觉得就一点点的问题，就是可能有种就不用那么重，用不着那么重。情绪这个东西啊，就是上面一个 forte 呀，还有很多东西，它是情绪上的激动，是情绪上的forte， 不是声音，就是往外推给，那叫 forte。不，你所以你呢又有这个激情，又有这，就用不着给那么大，就有些地方呢还是让他说话一点的，就是我说话一点，就是让你用的轻一点，所以接近一点自然一点的声音，有点堆，有点这样。你跟他讲嘛，你看发生了什么故事，这个故事我都不用跟你说，你自己上课，你就讲，哒滴哒滴哒滴，你就讲这个故事，慢慢说，完了后就激动起来了，以后我要死了，要这个，对吧？就不要从那种哒滴哒滴，用不着你还没到那后边，好吧？好，要不然这轻重就没有太多的轻重的对比，好吧？那慢慢说 ，OK， 就是你再稍微放松一点，我就觉得有点你整体的感觉非常好。就是有点有点太多了，用不着。OK， 好 ，OK， 好，咱们从头来吧，好吧？你看，连音里边有连音，对吧 ？OK，对，再把它再说，他不听这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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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voi lo sapete， 你知道吗？你就从他不要把它当 voi 自己起，好吗？就他跟你是一样的，他唱完了该你接着说了，好吗 ？OK。我散发一下，你看这写的 con semplicità， 要把它唱的就是简单，先简单的，再慢慢就简单，就慢慢的，就跟他说的一样唱 ，OK，对，再一个你轻一点，就别漏气，它还是在气上，这样，滴滴哆滴，还在这儿，再轻，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这样，就蹭着进来，但在气儿上蹭着，这个还是这句话，就你要把它挂在气上，你就不会，就听见了撒气漏风的声音 ，OK？voi sapete， 你知道吗？妈妈这是 voi， 咱们不要这样 voi 是妈妈 voi lo voi lo， 这个咱们都是一个老师的学生，对吧？好吧，这个你自己知道，就一下就 voi 就再低，再让它进腔体，在上边去说，好吗？这样的你就会轻得多，而且它可以听见声音传得远，完了以后。听着还亲切，OK。那个好，不在妈，还在它是两个 M， 你看。是意大利语，就是他们的 t 呀 p 呀，不像德文那个那么清楚，但是你还得说到，
然后哆又变成不清楚了。就是一定要字儿还是咬回去，哆哆还是要有。OK， Prima d'andar soldato, Toretto aveva la eterna fecciarata, aveva la eterna fecciarata. 好，非常好。 Tornò la seppe sposa. La seppe La seppe. 呀，torno。 Tornò la seppe 好 sposa. 好，你要保持住你这个呼吸量，拉塞贝一说话就蹦，而且它是在任何时候就在唱的时候啊，就保持这个呼吸状态的情况下，拉塞贝这么去说，不要拉塞贝就一下就听到了，你这个声音立刻就好像就没有共鸣就少了，就不在气儿上了，完了音乐上一下就显得就叭也显白，好吧？哎，这些东西就是拉塞贝，你在线条里头去说，OK？ Tornò la seppe sposa. E con nuovo amore volle spegnere la fiamma. 所有记住意大利文的，只要有两个这个辅音在一起，都要把它唱出来。哎，因为德文有些时候它有这个，它加两个声让它缩短了，不一定要发音，但有些时候的，在这个意大利文你必须得把它要唱出来 volle， 一定要唱出来 ，OK？Alright， 就是 seppe volle， 刚才我们也出过这样的情况，好吧 ？OK。 Tornò la seppe sposa. E con nuovo amore volle spegnere la fiamma che le bruciava il cuore.不要给的，你觉得给的特别足，但是听着好像就你特忙，别人不忙啊，就是要有技巧，就是用字用情绪，但不是用更多的声音。当然给的时候给声要给的都要给到了，但不是它永远都是一样大，要不然这个该大的都大不起来了，好啊？你看是吧？你从那就开始就说，就慢慢的完了，回来一下，再回来一下啊，用字儿，力啊力，odoni ogni。不是哦你，哦你，对，力，对 ，OK， 从这滚里面，对。还要开着说啊，这里边都集老是张开着的，完了张开情况下说这个说那个，你滚，这些都装，哎，打不出去了，完了人家就听不见了 ，OK。好，这下
说咪呀，我们能不能就更往上面进腔体，小舌头后边往那个地方说，都不要在嘴唇上面说，因为那肯定最后会说得很清楚，但这你又往这跑，把声音全拽出来了，这样声音就它音色就不是特别好听，完了以后呢比较干，就不是特别柔，完了泛音就少，完了后就台上就不是特别打远，好吧，哎，尽量保持这样的感觉，吸着，把我们里边不要送出去，你送出去以后它自己会打出去，你知道吗？利用我们所有的这个后脑勺，就所有的器官这些地方，都往这边射，就这么射着，感觉就往这射着唱，完了它会自己就进了腔体以后发出来，完了你就会有这个柔柔的，完了有泛音的声音，要不然就干了，好吧？好 ，OK， 越是滴答滴答，别就这么下来。越到下边的时候，你还保持住那个往上走，情绪到就够了，不用声音去抵。OK， 这牙齿这边后边往上开，顶，我们容易，您从这边看啊，容易老是这么开，要不咱们要这么开，就让它要这么开，要不然老在半截儿，好吧？好吧，好，而且唱的时候，就是里边都把那地方全部都张开，要不然老懒着打不开，完了后临时就老容易就这么出去，老是这么的，OK， 没事。接吧，没关系，这儿啊 ，OK。尽量贴，很好的，能贴的越好越好。说的要不太一样，现在两边都一模一样的强，你看他那慢慢的现在们第一遍说完了，第二遍接着再去说，要不然就一样就没有对比了 ，OK，就从这儿开始唱，不，咱们从这儿唱，对，就是说那个 pre 在那个出来之前，那个 e 才在那个音上边，pre 就完了，就 pre 就 pre 在前边，在那个小节的线前边，OK。piano 写着呢 ，OK， 因为你这乐 piano 慢慢的 più forte， 完了以后 crescendo， 完了 animato 就上来了，好吧？你才有对比。吸着。就没到位，知道吧？所以 piango， 最后那是 piano，
因为有这个 portamento 呢，go 这就对了。你把这个前面那几个平阳口也弄成这样，哪怕没有 portamento 也是在气儿上去说，好吧？我觉得你呀，一切都非常好，咱们就是有点就好像有点你是这么着，这么你要从这看，有点这么着，从那个形象啊，唱歌形象你应该是这样的状态，然后这个好像这个拽着的，相反的我们没有，这边都应该是放松的，啊，这就说还是有劲儿，所以你看有弱的时候，弱的不是特别弱，完了以后强弱呢就对比不是特别。
Rosina 这个心情啊，你先把这心情，她花了这半天什么？因为她现在不是已经喜欢上那林多罗了吗？哎，完了以后呢，这个管家又想娶她，所以这老把她这锁着，不让她出去。哎，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给那个人写了信了，已经都就不行了，就是说。这就开始说有个心里有这个词儿就来了，完了乌那我去破火发那个，完了我会多么听话，完了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呢，我会用我的办法去就实现我自己的愿望。如果这就跟那个 Zelda 那完全不一样了。哎，他呢也没有说有多大，但是呢这个就鼓得多，哎，好吧，这就要唱他的这个心情就可以就火，所以他说老是转来转去，他也在那转心眼儿，斗心眼儿，好吗？OK，OK。特过用这个地方拐，对，不是太棒了，就在 C 的地方就一张嘴就有了。保持着。对不起。哦，唱的不一样，没关系。您的谱子上什么呀？他在这切了。在这说。还在这说。不要的，没那么多的必要。在这说。拉，往这儿。下去，慢慢站一站试试。喜欢，是不是？一下就整了，这音色全变了啊，都不记得刚才那人了。好，往下接一下，就干这感觉唱。OK。现在也会温柔，也会这样。字要快。对对，来。别收，我呀也会特别的温柔，就所以把这个。
你就有劲儿去唱人物了。这样，对，谢谢。有这样的这个状态，你就有这个基础去表现他的人物。完了后音儿又不准，是忙得要死。完了以后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想人物。完了后你想出来人物都是这么小。好吧。海军长她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女人。OK， 好，谢谢。有感觉吧？有感觉，有感觉。应该有感觉。有感觉。OK， 很整了好多好多。对。OK， 谢谢谢谢。Dolor de tuoi morti
比我大多了吧？你看我就用的身上就比你用的多。就这样唱，就不挂在气上这样，因为你条件好可以，但是你再唱点难东西你就上不去了。好了，你就坐那儿就这么唱 ，OK。顺点吗 ？OK， 我刚才对下来说，还有一个字儿说错了啊，这是 per me， 对，对我，对，这 per me， 好吧，咱们就这样唱，好吧，这样就整一点了，是不是感觉好一点？OK， 再好，咱们从头来然后接下去 ，OK， 完了后呢，不要这样，你呀就想到那个词儿，假如你爱我啊，为我叹息，嘿，小东西啊什么的。你就逗他玩，所以别唱的跟那个15小问他没见过人。你现在是个，你逗他，你别自个儿欺骗自个儿了。你以为呢？不会上你当 ，OK？ 你就把这意思唱意思，这种小东西就得唱意思，因为你声音现在捋过来一点了，好吗 ？OK。做出来，咱们来，我跟老师来，就这样，Se tu sospiri, sospiri sol per me, gentil pastor。你换口气，完了以后有时间去说啊，你为我叹息，你为我这个，哎 ，pastor， 你跟他去说，所以别人。所以他让你渐弱都是有这个目的的，让你把话说清楚，跟他去逗他，好吗？再来一遍。来。对，这个 per me 完以后，只要take time，就是没关系，有时间。都没关系，需要就来一点长时间没关系，没人赶你 ，OK？ 再来一遍。这样的渐强，这样整句的去做好吗？啊 ，Pastorello 从那儿来唱，对，第二次的来渐弱的那个从第二个来，对。OK， Pastorello sei soggetto， 你一定唱出来 ，OK， 不要唱那么强，吸好气，小声说，来。Pastorello sei soggetto a facilmente ingannare, facilmente ad ingannare. Bella rosa porporina, oggi Silvia sceglierà, con la scusa della sfida, ma poi lo sprezzerà, ma poi lo sprezzerà. 但是 my
句词儿来回说，从那个85页那开始。Pastorello si soggetto facilmente Pastorello si soggetto facilmente ad ingannar facilmente ad ingannar 哪怕白一点儿，放不上我们牺牲一点儿，把意思给它唱出来。OK， 这写出来对吧？就把它写出来，你做出来就行了，好吧？咱们来这一段。来。这个男孩肯定不会跟你走，傻乎乎的。pastorello 你 pastor 那个字儿啊，你得把它这么扣着，咬住头，完了后就玩那个字儿。pastorello si soggetto facilmente ad ingannare OK， 咬住那个字儿，在字上做文章。OK， 来。Sorry， 来。情绪更重要。这样就整一点了，是不是？好，你看这又是中国歌，词儿咱们都不用解释，都知道什么意思。能不能咱们还是得唱点情？好吧？真的傻别傻唱，好吗？就叫滴当吧冰棒棒，玫瑰花，把你的时间都用上。花丛里的有一只曲满，那么多花丛有一只曲满地。多美丽啊！你把它轻重都说出来，就那么简单。好吧，来。好。滴答答滴答，玫瑰花，花丛里。能不能不换声？不是换气呀，就咱们一句，还是给它唱下来吧。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换气呢？因为你没有用气的习惯，所以你气不够，而且哇就这么给。好吧，悠着点，就说吸着唱。玫瑰花，够了，就在这唱。还在这儿。有一只曲满地，山的花开天又香，芬芳又美丽。好，去把它唱。曲满的花开天又别唱，曲满的花开天又香，芬芳又美丽，唱啊！怎么又美？你的感觉多美，好吧？曲满的花开，别每一个都别给一模一样，好吧？OK， 来，就曲满的花开，来，曲满的花开天又香，芬芳又美丽。好了，气。因为对你当然不换气。
气可以，你现在因为够不着，你可以先换气，最后练到能不换气。因为什么？芬芳优美，你那个啊，就是哎呦，这美的不得了了啊！你不可能出这样的声音，有那它芬芳又美丽啊。还说不清楚啊，这还那就不能，所以我就说有些很多情况下啊，我们就说这个好像就说啊中国字咬不清楚，中国歌难唱，那什么好像外国歌唱咬清楚了似的。所有能唱好这个外国歌的人，中国歌词儿应该一样的唱好，中国词儿你唱得好，外国歌词儿你一样的能唱得好，所以不要赖语言，只有咱们方法有问题。好吧，你说你外国语言你有理解上的问题，这咱们有什么问题呀？这表达能力不够，为什么呢？我们还在这唱谱子多，那个词儿就装进去就行了，你把真正的芬芳又美丽啊，你去感受，你去闻呐，或者怎么着，去想象啊，OK，到这啊就你给出去了，所以你没了，你得换气。别给，这个时候就还这句话吸住了，你把这个管子给它疏通以后啊，那个气柱啊细细的你不是嗓子在拐你要多长它都有，你知道吗？来，就从啊开始。你看就出去了，往这贴，够了。再这说。因为你没感觉嘛，你感觉不到，所以你就唱不出来。所以尽量去体会它那么简单的这些歌词的内容。好吧，OK。哒滴滴哒滴滴哒，把第二段赶快唱了，好吧？滴当梆梆梆梆，微风。你回去必须得真的要学会把你的字搁到你的气儿上。微风啊。就全嘟噜出去了，就不美，你知道吗？好吗？就记住，你真的你要学会用这个后边要贴这个感觉，这就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难的，就说不知道什么叫贴，就感觉去贴那后边就这么贴，开这些地方，别用嗓子，就很简单，好吗？对。微风。这些长音，微风啊，这音乐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进腔体，你不跟你的呼吸搭配，所以它就在这微风，那个微风，你看微风啊，你轻轻的吹，你怎么？你轻轻的吹，歌上你什么快飞去，有这么说话的吗？没有吧？微风啊，轻轻吹，歌声啊，快飞去，请你带出我的心，飞到那花园里，好好的待上你的时间。啊
说一样的事情了，请你带着，就一样了，好吗？要不然就没意思了，就这样去练，好吗？先你把它唱完，好吗？好。微风啊，对。微风啊，轻轻吹，歌声快飞去。请你带着我的心飞到那花园里，所以就出去了，记住 ，OK？ 你就得换气了，你看这都是有劲儿的，你知道吗？就。对，好吧，来，就从这儿，是没关系，下去，保持住，就在那儿，别给那么多劲，够了，飞到那花园里，请你带着我的心飞到那花园里，快来吧。亲爱的，我的老东有个城，永远在一起。我们老东有个城，永远在一起。就是有点像我们老东有个城，这永远在一起，就一点都不甜美。我没觉得你在一起很幸福，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不要唱我的心，你看啊，我们劳动。我不是，你看啊，请你带着我的心，不是我的心，对吧？如果他这些装成那样，你把它改过来，因为中国话，请你带着我的心，不是我的心，请你带着我的心，我的心，这个地不是重要的，我的心，好吧？OK， 完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就想象嘛。我们劳动有个人永远在一起啊、是什么唱片我们劳动有个唱，永远在一起，这不容易的，是不是？所以得把它